云林的赤坎武术文教基金会把传统的军法改编做赤坎武术健康操，未来呢是要结合体育术来推动全民的运动，和社区在一寡学校的单位拢会当做伙来熟悉犀利的赤坎武术。对着老师的动作，台顶台下的民众做伙做健康操，为了推广犀利赤坎武术，赤坎武术文教基金会将在地4间的武馆传统套路，以传统改编成简单容易学习的健康操，希望推广到各社区，推广给各个社区或者是长照机构，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各地的社团以及学校，让我们体育署在运动人口倍增这个计划里面，能够把西罗赤坎武术把它融入进去。不管是长辈或者是小朋友等等的舞步简单，然后呢也不会到非常的困难，然后简单可学。赤坎武术文教基金会表示，赤坎分布在沙梨镇、梨仑乡、仑背乡，是过去民众学习武术保护家己来地好土匪。但现在武术团是愈来愈少，除了创新健康操，嘛透过武术绘本的创作，要有寡济民众了解赤坎武术的历史。那些史料的收集是有一点点小辛苦啦，因为这方面的资料并不多。那收集之后呢，要再把它融入成一个故事，因为要有故事性，小朋友才会想要看。赤坎武术文教基金会嘛讲，为了民众有机会学到赤坎武术，基金会嘛在西里生活武术分区开课来教民众军法，希望以传承创新并进，加深民众对西里赤坎武术的熟悉。记者用云林报道。